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开放有色肉精的内地进口相关的行政命令，今日要伫立法院表决。国民党资本是招民众早暗伫立法院外口静坐，也毋过因为国内出现本土病例，卫福部是表示讲，大型的活动拢爱先提出防疫计划，所以原来伫暗会全重点改做线顶直播。也毋过早暗，共款有几10个民众自发性走去立法院外口。几落10位支持者23暗到现场表达支持反内都立场。国民党23暗本来要伫咧立法院外口办反内都最后暗场，也毋过指挥中心宣布防疫升级，卫福部也要求办大型活动爱提报防疫计划予台北市政府，而且袂用食物件。所以国民党宣布暗会也个在立法院的活动拢取消，只可能留立委暗时静坐休眠。原定今晚的守护食安之夜，我们将取消实体集会，保留立委静坐，继续为食安守夜。我们还会更严格的要求实名制啦，即使500人下了，好，虽然不是大型活动了啊，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啦。立法院第2是要针对9项开放内都的行政命令做表决，国民党加现场自场外游到议场内面攻防，讲要全程记名投票，要求所有立委拢爱表态。面对在野党的批评，进口内都引起政治风波。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认为，开放内都拢是正面影响，有利台湾都的销量，希望民进党立委拢同意。据说林淑芬、钟嘉宾这个。刘建国这3个人被列入黑名单。那理论上其实还是要让这9个行政命令，还是希望可以。民进党呢，其实也做了相当的准备，这个准备就是把我们这段时间的说法再一次的整理清楚，想要在明天向国人清楚的再一次报告，争取大家的支持。立法院临时加开议会，处理内都进口相关的9项行政命令。包括动物营业残留标准，也有食安法、学校卫生法修正草案。国民党也讲，明年1月要拼反内都公投，第一阶段50万份的人数。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第760个案，也就是纽西兰基苏7案的疫情调查结果。活动的范围，敢若公布台北的天母，也各有桃园、南崁。也毋过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齐卡森伫面册是更加公布更加详细行踪，这是引起外界的讨论。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无法度将接触者的才会公布行踪，若其他的是无需要。另外，针对这个技术行为走精，中营航空嘛向社会回示咧，而且讲已经把这个技术免职。中营航空23下昼4点半用电话开纪律委员会，通过甲确诊的纽籍技术免职。新闻稿内面讲，纽籍技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避疫调，而且严重伤害公司的商誉甲形象，已经达到劳动基准法的停改性改革标准。纪律委员会决议，虽开除这位纽籍技师，但仍然技术教训强化防疫措施。另外，纽籍技师疫调结果要登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日公布，于12月初8北基星光3月台北天母店，初10去远东搜狗台北天母店，11去好事多桃园南崁店。不过，台北市议员齐卡森伫 FB 抛出更加完整的疫调卡列内容。这个指挥中心公布的内容不完整，可以掌握的我们就不公开了啊，不能够掌握的或接触比较广泛、非特定的人哈，那我们也只好公开。是不是有相关的违规或者是有泄露？我们现在请政风在调查。针对这点不做回应了，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是中央请我们有需要做清消的或者是调查的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对市员齐卡森所报的按质量股卡列图内容更加详细，记述12月初9的行程，尤其兄弟饭店停车，苏罗基区日台交流协会，各去照明的冰淇淋店莫凡比用餐。12月9号的下午大约2点多到3点之间，那在我们店里面使用下午茶大约1小时。被点名的餐厅主动回应，证实按质量股确实有进店的。因为12月初10卡列图内面记述伫台北车站地下停车场停车场所在，并且去搜狗天母店、鼎泰丰用餐。隔两天10日，则去好事多的桃园南崁店，代替伫咧接到消息了，
伫咧自动买票机、电扶梯的换手、便所这寡公共区域，拢加强消毒。原本从1天6次，那从昨天开始，我们收到指令以后，我们增加为每个小时1次，来用2氧化氯来加强这个消毒。指挥中心无意机讲，严过被点名的店，结果拢有主动回应。好事多宣布，人垦店的餐饮都要减半，中人较大，汽车也拢暂停。记者综合报道。一团媒的创办人李智英防指控勾结外国的势力，互抓起来。李智英昨昏各向香港的高等法院申请交保，法官有批准伊1000万的港票交保，也毋过嘛有加条件，讲伊袂使接受采访等等。啊，若昨10点外，伊嘛已经登去处理。香港一团媒的创办人李智英进前被铐手铐押送到法院，这部震惊国际社会。李智英被控诈欺加勾结外国势力，触犯国安法，被逮捕也被连续拒绝保释。李智英伫咧23各向法院申请保释。香港媒体报道，李智英可专门伫咧押送甲级重犯的铁甲飞两犯人车押到法院，法官最后批准李智英以代表3632万交保，交出所有旅游证件，袂用离开香港。一礼拜去警署报道3遍，除了警署甲法庭袂用离开徛家，袂当见外国官员，袂当接受访问。中槍嗰下其實就好似觸電。另外，19歲香港學生陳志健，去年伫香港反送中運動，和警方用槍支射着，槍支離心臟只敢3公分，尾仔雖然交代，但故意人好了，卻被指控襲警甲暴動。我做完呢啲嘢，咁如果我係要面對呢啲負翻呢啲責任嘅話，咁我覺得佢哋其實都係應該要負翻責任。咁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哋開槍呢個決定其實係過分嘅武力啦。陳志健不講，上擺拍算就是互人掠去關，本來也想要認罪，但過第2日無照期出庭，法庭對伊發具保定，即馬大家關心伊人佇咧倒。幫助流亡海外香港人的英國組織 Friends of Hong Kong 是代表伊發聲明講，認罪加自家都唔是選項，宣布伊正佇咧流亡。運動付出咁樣企得呢個位置，其實我自己係有諗過會喺呢場運動度犧牲。聲明也講，今年10月27日，伊北去香港駐港澳總領事館尋求庇護，但過被拒絕。陳志健已經開始流亡，但過人是佇咧海外，也是個佇咧香港唔知影，也用 FB 報平安，講會繼續為自由發聲。記者綜合報導。來關心天氣，今仔日東北季風增強，也毋過鋒面走啊。後壁大冷的冷空氣路南，水氣會較減。咱來看溫度，今日除了東半部、大台北會落雨，其他的所在攏是濟雲到好天。佇溫度方面，各地低溫是16度到20度之間，啊，若北台灣的高溫嘛佇20度左右，規工攏是較淡冷。花東的高溫有23度到25度，中南部高溫是25度到27度。啊，那明仔載是耶誕節，天氣是繼續受東北季風加大冷的空氣影響，各地攏寒寒，暗過落雨範圍佫會較較細。另外，要提醒鄉親，對下晡開始，東北季風會甲境外污染物吹來咱台灣，中南部、外島空氣品質攏無啥好，會一直影響到29。來關心紐西蘭基礎去會調，嘛，互大家咧討論講，機組人員因是高危險群，也毋過居家檢疫，卻比普通人也閣較靈。疫情指揮中心昨昏嘛有專工甲航空業者開會，要求提出強化航空檢疫嘅措施。啊，若即擺中型航空違規嘛愛防罰。另外，第771案即個本土病例，伊嘅接觸者目前體檢出來嘅攏是陰性。個人新冠肺炎，佫出現本土病例，為避免疫情破開，疫情指揮中心擴大列出本土病例第771例接觸者173人，佫做採檢，接觸者大部分是公司同事，目前170人，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也有3人檢驗中，其中4人有症狀，第一擺採檢也是陰性。接觸者。應該是說，除了有人是佔少數3個之外，其他都是他同公司的人哦。所以173個人有170個都是同一個公司。
771例是765例。纽西兰技术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的接触者，也显示国际航空防疫管理上的空棚。指挥中心已经甲民航局甲3间国际航空业者开会，要求外站甲机舱内加严管理。这礼拜爱提出强化航空检疫措施，也找找法官对这摆违规的中型航空处罚。航空公司必然要提出一个就是可以落实而且可以监督的方式。那在没有落实或者监督不善，那我们必然一定要处分航空公司，因为是它是安内一个基础嘛。那这基础没有做好，那责任要他们担起来。另外，国内各新增加6例境外移植病例，分别为菲律宾甲印尼入境，各有3例，其中5人是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全台确诊人数有776例，确诊个案当中7人死亡，635人解除隔离，也有134人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印尼政府伫今年7月份的时已经宣布讲，对明年开始，因为移工出国食头路唔免纳1,500元，机票、护照、带拢爱请的头家人这边出钱。中缆公司是估计讲，一个人大约爱开7万块到10万块。那咱劳动部昨昏有甲印尼头一摆针对这个议题开视讯会议，不过无达成共识，2礼拜后会阁开会。来看《澎湖日报》，新北市查某的厝头家张淑晶防指控讲，在厝税拍契约内底有无公平条款，欺负弱势的厝卡，甚至佫用司法的手段甲人告。高等法院昨昏针对头一波有78个厝卡提告的部分，重判以9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来看《自由时报》。经台北市议员赖素如防指控用双子星大楼的开发案，向太极相亲团队讨1500万的空米赏。进前高等法院经1审的事实宣判，因为伊违背这部收乌西钱，判有罪，判7年6个月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档。最高法院昨昏是驳回上诉，所以即马专案确定。有一个对菲律宾来的查某移工，顶个月入境咱台湾了后，居家检疫14天，刷落来搁爱自主健康管理7天，结果伫头1天，伊就招交的朋友去做伙食火锅，后来家己开钱去做体检，才发现伊确诊。卫生局即马要求火锅店爱消毒，相关的接触者爱隔离，那伊本人嘛爱罚1万块。食饭的时间，10个人坐一桌伫食火锅，大概是有讲有笑。不过其中穿着感觉色顶衫、长头毛的这个菲律宾籍女子，火锅食完了后自费采检，才发现家己确诊，真做高雄头一个自主健康管理采检确诊的案例。采检的状况是一个确诊的状况，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他已经违规的那进到这个公共场所，而且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没有戴上口罩，那因此予以裁罚新台币1万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证实，这个20外岁菲律宾籍女性，顶个月2日来台湾工作，持有登记进前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进行14天检疫，期间完全无症状。而这个月11检疫期满，开始自主健康管理头1天，到病院自费采检，则是确诊。不过卫生单位伫调查发现，伊伫自费采检迄天，新加到的朋友大概斗阵食火锅1点半钟。近2周的一个资料那也发现到有部分的一个民众是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那检验确诊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卫生局表示，火锅店拢已经消毒啊。对着自主健康管理期间4个走去食火锅的这查某人，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罚1万块。也伫线内圣诞节甲跨年这大型活动，由李干事甲警察局敲电话关心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并且呼吁民众出外时阵一定爱挂嘴安，爱注意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800万例，死亡人数有17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是776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3000多例，伫日本是超过2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886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736万例。
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84万例，法国超过256万例，英国超过215万例。那英国出现的变种的病毒是加较高团，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限制英国人入境。严格后面是呼吁成员国爱取消禁令，唔通安尼，无会大受影响。所以法国即嘛同意讲，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交通运输，嘛放任讲，只要有假3天内阴性报告的英国人，就会使入去法国。樱花海地磅空，英国这边的多福港边，日暗时出现几啊百名示威者，抗议法国边境封锁，真侪汽车徛伫遐袂顶袂动。司机跋倒等于厝的季节，现场拢是喊骂声，雄雄的长行孤立，互英国在耶诞节进前面临民生医药这基本物资欠缺。后边日呼吁成员国解除禁令，避免供应链中断，减少贸易的冲击。不过决定权也是在各国手上。英国政府赶紧跟法国参详。将确定48小时禁令结束了后，2、3、5夜开始恢复运输。法国甲其他欧盟公民3天内核酸检测是阴性的人，应对英国入境法国回乡。不过英国人袂用出境。What we've agreed is that the border can open with tests for everybody leaving the country. That means that you must have had a test within the last 3 days, and of course it's got to be a test which is certified as well. It's going to enable French citizens primarily to return. 即摆造成各国惊吓，对英国封关自保的 B.1.17 变种新冠病毒株感染率增加7成。现有疫苗迅速度有效防卫，每一间药厂拢伫测试。首先得到批准采用 mRNA 迅速血糖核酸技术的辉瑞 BNT 疫苗，预计2礼拜内会得到结果。And this variant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has 9 mutations, not only a single mutations. And we don't know at the moment if our vaccine is also able to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this new variant. But scientifically,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the immune response by this vaccine also can deal with the new virus variants. That's one of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mRNA. It is really good for a pandemic. We can change the vaccine and have a new vaccine ready for discussion with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6 weeks. BNT 执行长沙星表示，新冠病毒上千个氨基酸内底9个出现变异，表示99%两倍质无改变，所以原有疫苗就有可能达到防护的作用。路透社报道，至少4间药厂拢伫进行相关的测试，预计几礼拜内会知影防护的效果。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那南极圈即嘛封城有人去挖着病毒，第二个官方是表示讲，有一大基地有36个人确诊。另外，疫情当咧滚假的巴西圣保罗，即马是宣布讲，元旦假期甲新年会加严防疫措施。疫情侵袭全球将近1年，人真少。南极原本是全球唯一零确诊的大陆，不过即阵经沦陷，第二军方在2日证实，所管辖的南极基地传出疫情，36人确诊。Permitió constatar que 36 hombres resultaron ser positivos para COVID-19, de los cuales 26 corresponden a efectivos del ejército y 10 son civiles de una empresa contratista que se encontraba realizando trabajos de mantenimiento programados en la base Antártica. 军方指出，这种患者已经对基地撤离，等来第2进行隔离。对1948年就成立的研究站，疫情爆发以来就团队撤离。若是这回因为确诊而关起来，恐惊影响科学研究工作。不过到底为安怎，甲世界隔绝的南极会爆发互相相位感染？第2官方也伫咧调查这个源头。离死亡的人数是全球第2，其中圣保罗州疫情上严重。当局2日宣布，要伫圣诞节甲新年期间提悬防疫做法，除了大众运输、超市甲药局以及民生必须要相关服务营业以外，其他拢必须要停止运作。Não estamos em momento de aglomerações, não estamos em momento de festas. Precisamos sim do esforço de todos e de todas para que a gente continue juntos nessa luta contra a pandemia. 圣保罗疫苗研究所甲中国北京科兴公司合作研发疫苗传出临床试验效果在5成以上，这表示监管单位应批准疫苗使用。另外，政府也有意向其他药厂加买3亿5千万剂疫苗。只是这个巴西疫苗注射计划，因为政治的内斗一直拢无定论。原本反对注射疫苗的巴西总统政策出现改变，可能采取免费注射，不过未强迫为原则。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ขบวนการนำแรงงานเถื่อนเข้าประเทศนั้นจะต้องถูกดำเนินคดีถูกทำลายให้สิ้นซาก
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ทั้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รัฐหรื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泰国新冠肺炎疫情阁上升，邦国西南部两岸市府一个海鲜市场出现互相相互感染，到2日接受病毒检测的6000多人内底，有超过1000人是阳性反应。疫情已经向周边的城市拓开，有新增加的病例大部分是来自缅甸的非法劳工。即阵下令要彻查揪出地下的中介。公司新闻王票文编译。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日是公布一波特赦名单，计共15个人，包括川普前竞选顾问，也各有枪击案的罪犯，甲共和党前国会议员。川普嘛不满国会通过伊无介意的进行方案，所以要求提掉无采钱、无必要的项目。伫要卸任的美国总统川普22赶伫耶诞节进前公布15人完全赦免名单，其中包括川普前竞选顾问巴帕多普洛斯，伊因为伫通俄门调查做假证据认罪，被判刑14天，也甲12个月出狱了后的监督。另外得到川普完全赦免的还有荷兰律师、俄罗斯的好野人卡恩的囝婿范德斯旺，伊同款因为通俄门的调查做假证据，被判30天，罚金2万美金。4个巴格达枪击案相关人员也被完全赦免。4个人分别是史雷登、斯洛、里伯蒂、赫尔德。2007年巴格达杀害8姓被判有罪，当时因的身份是为美国工作的合约商。另外，还有包括着纽州前众议员柯林斯等3个共和党前国会议员也被川普完全赦免。川普真无满意国会看党派通过9000亿美金的振兴方案。批评法案的内容差不多甲疫情无关系，伊要求国会爱摕掉法案当中浪费而且无必要的项目，提高发放予百姓的纾困金。It really is a disgrace. It's called the COVID relief bill, but it has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COVID. I'm asking Congress to amend this bill and increase the ridiculously low $600 to $2,000 or $4,000 for a couple.若是伫要第23、21个司法部长巴尔21表明未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选举弊案，也是讲拜登的后生杭特伊的税务问题，佮讲政府无法源会当查扣总统大选的投票机。If I thought a special counsel at this stage was the right tool and was appropriate, I would name one, but I haven't, and I'm not going to. The truth is thi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ailed to prioritize cybersecurity.伫要上任的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针对进前政府部门网络起用攻击的这个事件发表谈话，伊批评现任总统川普无重视这届网络攻击的威胁，并放掉讲发动攻击的一定会承担后果。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出现变种的病毒，即马这只新变种的病毒嘛，传到以色列甲爱尔兰，当地政府拢宣布讲有发现相关的案例。来关心美国今日宣布讲，为着要阻挡病毒、控制疫情，美国搁要买1亿吨的辉瑞药厂甲德国 BNT 开发的预防车，按算伫明年7月份会当摕到手。来看有几啊个美国的参众议员最近伫国会提出决议案。呼吁爱甲咱台湾签 FTA， 透过贸易协商，互两国的关系搁较密。镜头等下过来关心咱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也毋过目前各地头庆祝新历过年暗会，拢是照常举行的较济。台北市即马是规定民众一定爱挂喙罨，若桃园市是要求讲袂使食物件，若暗会敢会有变数，一切拢爱看疫情的变化。台湾阁出现本土病例，各地跨年暗会是毋是如期举行，引起关心。每年拢真侪人的台北市跨年暗会，市长郭文铁表示，即阵按照要办的原则准备，新北市的办理跨年宴会暗会、元旦升旗典礼也看疫情发展，随时来检讨。所以，比如说跨年晚会要不要办？答案是按照要办的去准备，但是我可能前几天就跟你讲了不办。我每天都会紧盯疫情的变化，该取消该停就停，该转变缩小规模就转变缩小规模。郭文铁表示，即阵的规划是，若台北市一礼拜出现15例确诊就停办，该线顶直播。台北市府也表示，民众必须爱量体温、挂喙罨，并且最好是连坐，照法度入去舞台周围的管制区。户内无挂喙罨，可能不爱听会罚大票3000块。另外，五月天演唱会要在桃园棒球场举办，要跨年暗会、元旦建设这4项活动。桃园市长陈文灿讲，即阵正常办理，不过暗会取消美食区强制挂喙罨。要求每一个主办单位都必须提出
这个防疫计划书，好，包括10连制，好，包括强制戴口罩，好，包括这个禁止饮食，好，这些规划都必须要落实。通知卫生局表示，跨年暗会若是有隔离检疫、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到场，一定要罚100万。疫情若上升，也可能取消。台南跨年有韩国的校园加持，台东是有天后阿妹陪伴，民众若是烦恼看袂到。台南市长黄伟铁讲，备案也是使举办线顶演唱会。阿妹演唱会观众区是禁止剃掉喙暗，另外设饮食专区。如果说将来疫情严峻的话，台下是没有人的，我们还是可以举办线上的演唱会。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有这个备案来加强宣导，就是除了饮水外，避免使用饮食。那其实我们在整个活动的场地上也有做那个用餐区的规划。而高雄跨年活动市长陈其迈表示，也无到社区传播阶段，高雄市府会升级防疫作为，让跨年活动平安进行。另外，总统府举行的元旦升旗典礼照常举行，不过提醒民众遵照指挥中心的5大防疫立场指引，包含挂喙暗、较早到场、10连制、按外线测体温甲过安检。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国内出现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讲，因为感染源清楚，所以迎接新年的暗会活动会使照常举行无要紧。也毋过嘛有专家是烦恼讲，这个案破病了后，因为毋知影捌伫社区拍走，后壁敢阁有本土病例，未来2礼拜是关键。国内计253天，阁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甲各县市首长视讯会议，决定照常举行跨年活动。不过有专家烦恼，本土病例771例是765例纽西兰技师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接触的朋友。2个人是百货公司大卖场顶地拍走，而且771例拖到12月2日才确诊，不排除病毒已经进入社区。未来2礼拜是观察期。发病前7天呢，病毒量都相当高，所以他自己又没有自觉，他是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所以他还是照常的跟他的朋友、同事接触。那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可能把这个病传出去的。专家表示，新冠肺炎有轻症、重症，甚至是无症状。跨年活动毋是袂当办，也毋过需要确保参加者拢会当确实遵守防疫规定。针对最近英国发现新变种病毒株，传染率达到70%，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指出，变种新病毒确实会加速传播。大部分是在60岁以下的民众啊，那这个比较少看到在老人。那这些变种性病毒其实它在这个基因序列定位方面，我们是发现这个它有14处氨基酸产生突变，3处为这个删除方面的突变，会改变病毒传播的速率。陈秀熙认为，英国在采取高度警戒的情况之下，会当将离出境管制措施的资料甲各国分享，才会当避免造成英国大流行，甚至是第3波的世界大流行。记者综合报道。中英航空的纽西兰机师伫飞轮机顶直直扫，宣布挂喙暗，佮拖到咱社区造成本土病例。因为飞轮机顶的机组人员是高危险群，民航局昨昏有甲航空业者开会，疫情指挥中心即嘛要求民航局甲业者爱定一个更较严格的防疫措施。任职中英航空的纽西兰籍机师确诊面对疫调也稳定，互台湾本土个案，佮出现交通部要求民航局监管航空业者爱全力配合指挥中心。未来若讲航空公司有监管航班，将追究责任，也不排除要用包括函数航班等处分。有一些呢，就是机组人员没有遵行啊，所以这个部分会参考我们在社区的一些管控的措施啊，希望能够确保。这些机组人员能够落实这些健康管控的措施那这个航空公司也在检讨相关的这些处罚汤市机师职业工会证实，即摆确诊的外籍机师伫执勤时确实有受症状，佮无挂喙暗事后，江北组员虽然写报告通报公司，也毋过不幸已经被传染。技术工会呼吁组员万一拄到无挂喙暗的组员，除了口头口劝，也爱随通报公司记者执勤。江北也爱通报疾管署，将航空公司技术分析。当天飞机驾驶舱空间的休困床也是当这用，若是确诊者也咧执勤，传播风险非常的高。虽然有床单那些可以让你换，但是你的被子、枕头事实上没有坏，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它里面很暗。
如果说有人觉得不舒服，他不戴口罩的话，事实上是有很大的机会传给另外一个人。依照指挥中心颁布的机组员防疫规范，机组员出境前拢爱量体温，加写自主健康声明。检疫期间袂当外出。民航局讲，即马显然自律出现问题，未来将要求航空公司介入监管机组员伫外站的防疫情况。是不是应该要更去严格去说这个自主管理的部分，不是讲家己添单添添的，对不对？哈，了解。好，华伟，这个自主管理是机师很重要的要求。是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他没有在这样做啊。航空公司如果没有盯紧，第一个他会面对6到100万的罚则，第二个我们会不。但是你要去查核，我要说的是你要去查核。了解，我们有资料。根据统计，自今年3月到即马，航空公司机组员已经发生过24件违反检疫相关规定的案件。指挥中心表示，即马机组员伫机舱内甲外站管理上太加强，将要求民航局甲航空业者一礼拜内研究安怎强化，佮定出明确法则。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桃园旭富制药火烧，伫拍火过程佮传出几若摆爆炸。消防队的指挥官为着消防人员的安全，有话两解，爱消防人员暂时离开，唔免拍火。若旭富制药并无老实通报讲内底有遮尔危险的物件，所以桃园市政府暗算要重罚。旭富制药大火造成一死一伤，影响其他4间工厂。救灾进入第4天，23完成暂火处理。救灾过程中，几若摆传出爆炸。基于安全考虑，现场消防指挥官2度行使特别权，下令撤离。第二天呢，中午的时候啊，又第2次发生爆炸。那昨天下午啊，检视以后啊，发现场内啊还有375公克的这个金属钠，就是还有两铜半。市长郑文灿一透早主持市政会议，表示旭富有所稳定。手内放金属钠申报数量200公斤，却放1050公斤，以违反危险物品管理法，将当裁罚10万块。另外，提供消防员自行不实，消防法相关罚60万。隐匿不实或者是危险物品超量，这个都会带来救灾的风险，带来职场的风险。我想旭富公司在这方面是明确的违法。检察官也到场勘查，进一步确认导火点，厘清危险物敢有依规定放，安全管控经费疏失，调过失致死、甲公共危险等罪嫌正办，也阁有基于风险管理原则，市长郑文灿也要求各局处针对桃园列管或700间有化学物品的工厂进行申报种类甲数量分配清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欠水，新竹县的柑仔产量减5成以上，所以农委会即马决定补助峨眉、宝山、甲竹东北部损害率超过20%的农民，通好领到每公顷75000块的救助金。为远方看过去，原底应该生在树仔顶的柑仔，即马落落嚟涂骹，今年受可旱影响，新竹县的柑仔产量减5成以上。真侪农民看了心肝有够痛。原本1甲多大概可以收成3、4万斤，今年大概不到5000斤，很严重啊！橘子都死掉很多啊，橘子树以前都是绿的嘛哈，现在变黄掉啊，叶枯掉啊，所以蛮严重的，而且就是为了干旱，橘子长不起来，而且落果落很多。我们过去的果实比较大颗饱满过年过节大家都要来买来送礼拜拜的那因为今年大颗缺水的关系我们少量非常多将近大概只剩到2-3成而已。新竹县峨眉乡柑仔种植有600多公顷，产量占全国45%。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大减。为了要减少损失，农委会讲只要损失超过20%，每公顷会使领7万5的补助。在12月28号以前，都可以，农民都可以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跟农会的存簿，土地的誊本，那可以到公所来申请灾害的救助。那1公顷干旱的救助是75000块。虽然讲有补助会使领，不过比较之下，农民更加希望天公伯会使加落1撮雨，让因的收成恢复正常。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若咧台湾农村拢有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为着要把这个欠点补起来，智慧农业就是未来趋势。伫彰化有大学甲产业界训练30个学生，摕着无人机操作的证照。学者表示，用无人机来除药会当省10倍人工。
将药剂管理容器设定了后，无人机起飞，随着遥控指令伫贩卖残顶飞。只要来回飞几刷，10多分钟就会当完成贩卖残喷药作业。虽然操作者只是大学4年的学生，不过已经摕到无人机操作专业证照，未来将投入智慧农业的职场。像这里的农地起飞点比较好起飞，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比较不好起飞的部分，就要去注意的。所以每个农田的地方不一样，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操作方式。国内农业已经面临人口老化加青壮年外移问题，欠工状况哪来哪严重，也安尼智慧农业变成发展的趋势。其中无人机的应用渐渐导致农业生产。明道大学也甲产业界合作，第一期培训35位在校学生，取得专业操作证照。在农喷在田间管理的过程，同时收集了这一块田区的大数据，回到基地之后，我们也可以进行分析，让农民了解你的作物在田区中实际生长的状况。那我们就会把水肥料节省下来，但是我作物的，它的生长状况还是很好，我们还是能够达到我们要的那个产出的效益。明道大学表示，以同款的时间来看，使用无人机会当省10倍电力，同时也省时间甲成本。目前伫国内进行大喷作业的专业飞手只有400人左右，领着需求也提悬。武丰农试所表示，除了空中喷药甲施肥，也会当透过收集大数据，让农业跳出传统耕作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特色就是寒天有落山风，这款特色嘛正做艺术创作的主题。2年100个艺术柜即马正在展览，有采34组大大的装置艺术品，甲乡亲做伙来看。一只大飞蛾行伫个海沙坡，看起来淡薄仔笑亏，淡薄仔趣味。边仔阁有规阵的飞蛾，海风来身躯的运转。艺术家的想象甲创意，阁有即个灵感来自沙轮的特变艺术。用一个自然的雕塑的一个形式，然后去回顾以前这种小撒哈拉的这种风景。所以你可以看到雕塑它都是流线的，有点像风一样，或者像海浪一样的坐落在这片沙滩上面。这就是寒天的落山风，风真透。不过艺术家将落山风甲在地人文风景结合，创作出34组的作品。伫个风中摇来摇去的山野树，徛伫个爆花的炸弹花。这摆的落山风艺术柜，要让游客来遮见风旅行。遮就是有着风，人就拢会美在厝内底。阮想讲，若是即个时阵吼，逐个观光客来遮，像咱会去迄个像咱的小高影有无？咱若是拄着落山风的时阵，咱来愿意来遮扇风，敢若嘛是一种新的流行，会当来遮佚佗安尼，会当看艺术品。今年的艺术柜，阁有海口便当通食，便当内底拢是在地食材。对，这边的洋葱，然后呢，我们里面放了屏东这里在地的红人咸鸭蛋。那它变成是一个咸鸭蛋的一个蒸肉丸。葱头、咸卵、鱼肉酥、甲荷来菇，拢是在地出产的。透过餐厅的主家师傅，指导社区发展特色产业。因为准年真侪游客来艺术柜翕相打卡了后，人就转去。这摆特别结合社区产业，希望会当甲更加侪游客留落来。记者邓家军来为做屏东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大西遮有袂少人姓丁，那这个丁代表的竟然是有阿拉伯血统的意思。那在地人家己无啥清楚，其他民众拢是真好闲。当大西的海口故事馆就专工举办穆斯林文化展览，要互民众更加了解祖先的这段历史。听穆斯林咧唱歌，你敢会当作是外国人咧聚会？其实伫婚林大西遮，捌流传一句话：大西丁一半，讲遮的人口有一半拢是姓丁。这个丁也就是阿拉丁，意思是因的祖先其实是阿拉伯人穆斯林。人讲红旗好者对道起地，为着追求家己族群的根源，也互乡亲了解这段历史。大西海口故事屋就和台中、台北的穆斯林来办展览。慎终追远，那么他们的祖先是穆斯林，那么我们的祖先也是穆斯林，所以我们是想要分享，就是要让这边的人知道我们的祖先的详情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先也是穆斯林。
古早中国元朝的时，就有真侪外国人伫朝廷做官，也有来做生意的。其中一位阿拉伯人伫战乱的时阵，规家伙仔刷去丹江，后来家族就愈来愈大。根据族谱的记录，大西姓丁的祖先就是伫16世纪对福建的丹江来到台湾，但真侪在地人拢唔知影家己有一个阿拉伯的血统。他做的是一般所谓的印度彩绘，就是 henna。像他早期延伸出来是在比如说新郎新娘他们比如说嫁娶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彩绘，然后双方亲人呢会针对这对新人，就是帮他们设计图腾，然后画在那个新娘的身上、手臂这样子，给他们祝福。这个展览的内容真丰富，会伫开放到明年的2月28，民众会当来大西遮行踏，理解历史文化，体验人体彩绘，学习阿拉伯的文字，真是有吃阁有掠。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明年开始，政府要开放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进口。教育部长潘文忠是宣布讲，咱全台湾3300多间国中国校啊，会全部拢换契约。未来咱的囡仔食的营养午餐，拢是食台湾猪肉。啊，若厂商有港骗，上当会停止契约。另外，咱政府嘛有提出20亿的补助，要推设学校使用台湾在地食材。校长一向开始较饭菜，学生伫午餐时间大喙食，也毋过因为美国来猪每年特别进口，中央发函予各中小学，要求营养午餐一律使用国产肉。11月也修订原本的相关规定，全面使用国产肉之外，强调若讲有人也是假造供会不实，相当会当终止契约。换约的这个过程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全国3368校将近180万学童的用餐可以用到余力都用到全国优良的我们国产的优良的肉品。教育部也伫校园实在登录平台，申请关了原产地的烂灰，要求全国各中小学的厨房甲团膳较实写，包括肉类、卵、加工再制品的肉品原料来源，掌握实在源头。也毋过，真正有业者烦恼使用国产肉品，恐加增加成本。对此，政府采用补助措施，有去增加它的补助的一个金额哦，由原本的3.5的奖励金提升到6元的奖励金，是这部分去让我们在业者使用国产食材，其实更加有资源可以去使用。原来教育部甲农委会合作，自110年开始，到当年20亿的经费推动学校使用国产食材，也保证予所有的小朋友伫校园食到的猪肉绝对拢是国产猪，确保学童会当食得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大医院病人若是需要临时看护，拢是贵松松。卫福部即马是甲病院共同推设网络会当请人的平台，互家属会当按照病人的需求，伫网络顶头找，而且薪水是算点钟的。业者是表示讲，目前平台顶头有250多个照顾服务员，而且拢是有执照的。厝内老人大医要请看护真歹找。卫福部即马甲邦桥阿东病一个网络平台业者，最近伫咧设照护员线顶媒合服务。那你可以选择开始日期，做到确认的部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哪一些的方案。这套 App 系统上好用的就是，互临时欠照护员的民众，会当依照家己的需求，随着找到适合的照护员。而且是算点钟的，唔免一遍就请几工。像一工24点钟，若2400，若是需要4点钟的基本照护，只要900块就好。业者也讲，即马平台内面有200多位合格照护员，会用大数据按照民众的需求，互相做配对。就我们最快曾经在派案的过程中17秒就把案件派掉，对，那就是因为我们省下了中间电话沟通的成本，那直接用系统的方式去找到最适合照服员。我们最大的目的，除了说给家属一个选择之外，同时也让医院能够在除了说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提升他的住院的照顾品质之外，也让说医院在这样的疫情情况下，他的人员的一个控制跟管理，他会知道谁来了我的医院提供照顾。对照护员长期欠工的问题，阿东病讲，义工暂时无法度入来，即马病人对本土照护员的需求增加要到2成。卫福部是讲，伫全台湾即马有3间病伫咧做合作试办，会看效果，结果慢慢扩大。记者综合报道。
墨西哥大考人济，墨西哥南部有州政府伫8月份已经通过禁止店头卖热量较悬的食物，予18岁以下囡仔。即马其他所在按算要对咧做，甚至有可能会正做全国禁令，予墨西哥可能会创全世界大省，禁止卖过油过甜、无营养的本色食物，予囡仔。这首伫咧墨西哥正流行的歌曲的 MV 内面，真侪人做伙食脆片、啉秘鲁加含糖的饮料。主唱的歌手也定定伫社群网站抛出伊食四周的相片，也粉丝到200万人。I just like it. The brands don't ask me to promote them. I always just try to be as natural as possible on my social media. And well, I've always loved junk food. 詹尼斯讲出墨西哥人的共同心声。去年统计显示，墨西哥人平均一礼拜食3.2盎司调味四小花，甲1.9公升的碳酸饮料，是拉丁美洲上爱食本素食物的国家，也造成墨西哥有7/3的人的体重相当2.99大颗，伫大颗国家内面排前几名。为了预防大颗酸碱，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议会8月通过法案，禁止卖含糖饮料加高热量的加工食品，予18岁以下囡仔加青少年。Our children are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how badly these products will affect their health. And children happen to be ideal targets for the food industry. They're the perfect customers. 这项禁令包括零售店加学校的贩卖机，拢不准卖本素食物予囡仔，违反的处罚款。14岁路易斯伫咧打工的店内也被禁止食四小花，严过顶头有政策下靠对策。They asked me how old I was and to see my ID, but I didn't have it with me. So they told me to leave the snacks on the counter because I wasn't allowed to buy them. So I ended up asking my older brother to go buy them for me. 路易斯讲，实在是挡袂牢手机内面各种美食相片改成，做想要食饼、脆片加冰淇淋，最后是请出来人买。专家讲，这项禁令是毋是让成功？除了靠严格执行，也来看业者是毋是让即时推出少糖、卡路里较低代替食品。伫瓦哈卡州开始实施了，墨西哥有其他27个州加城市也伫咧研究这项禁令，有可能变做全国性的政策。另外，政府也要求商品才标示高热量的警语，并且限制相关广告。墨西哥当局希望用各种方法来下手，改善个人体重伤过重的问题，同时避免大个人伫咧感染新冠病毒的时阵转做重症的高风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0度。中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是13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请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